姓卓的想整成每日一星，要老师不同意。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吧！他回来这段时间完全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啊！就是，岂止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根本就是来报仇的。不行，看来咱们必须得找个办法好好收拾收拾他了。不好吧？廖老师不是让我们听话吗？哎，怕什么呀？咱们把他弄走以后，就没有人跟廖老师生气。哎，小丹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这家伙不是教化学的吗？我有个办法，我们下堂课可以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同学们请看，这是一根沾有浓盐酸的颗粒棒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盛有氨气的试管口上，发现它如果出现白烟，这就说明啊，这个氨气已经充满试管。老师，你说它会不会爆炸？当然不会啊，在空气条件下，浓盐酸和氨气混合在一起是绝对不会产生爆炸的。大家注意观察。没炸，什么问题？啊，刚才这个试验呢出了一个小失误啊，接下来咱们再重新做一遍啊。咱们首先制作试管里的氨气啊，接下来我们检验一下，看这个氨气是否充满试管。大家注意观察，看它会不会产生白烟。如果产生白烟的话呢，就说明这个氨气已经充满试管。大家注意观察啊。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是谁？是谁？周老师，真的不是我们一直在认真学习。是啊，周老师，不是您一直在那弄吗？是谁动的我东西了？老师，我们哪懂啊？你说是不是加错什么东西了？你们。哎，周老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哼！你们今天化学课上怎么回事啊？周老师怎么变那样了？廖老师，你不至于吧？怎么什么事都怨我们呀？就是这个事跟我们没有关系的。跟你们没关系。周老师自己把自己炸成那样啊！我也奇怪周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他精神病又发作了，引起的幻觉，自以为刀枪不入，就搞了个爆炸实验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给我适可而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老师，眼看就是下次再加入我们，放学都10分钟了。